政府嘅罪行。08年9月15號雷曼爆煲，然之後10月初財政司第一次喺立法會讀財政預算案，就將雷曼事件定性為一個迷債事件，就置其他嘅非迷債嘅苦主於不顧。唔單止咁樣，佢話呢個係商業嘅糾紛，呢個係舊年嘅事。然之後10月中，曾蔭權喺表演拍台拍凳，無限注資，噼里啪啦咁樣。然之後11月15號，11月中啦，我哋大聯盟，我哋10月中成立嘅。11月中我哋托賴通過咗特權法。通過之前大家都心知肚明，銀行政府做幾多嘢呢？不斷咁話，如果通過特權法會拖慢回購，會影響好多嘢。我哋銀行會做乜？大家印象都應該記得啦，係咪？呢個係我哋通過特權法之前嘅事，我記得好清楚。當日未通過之前，我喺街上行呢，有一個功能組別嘅議員 call 電話俾我，同我講咗成差唔多有半個鐘頭，就叫我哋唔好搞特權法。當時我揾到個電話就冇電，我揾到走話俾佢聽，再講多10分鐘我聽。我話你唔好企喺人民嘅對立面，跟住佢就收線。嗱，我暫存中口，我而家有一成鬧人啦，好似維園阿伯咁樣，我唔講佢個名啦。咁我哋11月中通過特權法，跟住我哋12月開始考慮呢個美國嘅所謂集體訴訟，於是又有啲保皇黨出嚟又 call 我，又呢樣嗰樣，唔好搞呢樣嘢啊，好危險啊！甚至有啲議員用電郵俾唔同嘅苦主喺黑紙白字寫得好清楚，話俾人聽：喂，如果你告咗匯豐啊，匯豐輸咗啊，喺你啲抵押品攞錢俾翻人㗎，喺你荷包攞翻㗎，你哋唔好搞咁多嘢啊！真係咁樣嘅喎，白紙黑字喎。呢個係舊年12月嘅事。當然我哋唔理佢啦，我哋當然呢個説話我哋驚嘅，我哋唔係唔驚。所以我問咗好多人，研究咗好耐，後尾都係要做呢個集體嘅訴訟。幸而我哋做咗啦。跟住落嚟仲有好多事啦，跟住1月份新鴻基事件啦，100%回購啦，新鴻基賠咗8000萬，賠咗300幾個苦主，100%回購。跟住4月份海基國際又賠咗100%賠啦，佢有少人，佢大概唔夠10個人。好啦，賠完之後，證監指得好清楚，你睇下證監嗰個新鴻基嗰個新聞稿，話佢有4點關注，新鴻基有4點叫關注，佢冇話譴責佢，有4點關注要佢改善嘅。第一點大家好清楚啦，就係所謂嗰個有冇盡職審查，所謂 product due diligence 啦，對產品有呢個咁嘅盡職審查啦，有冇呢個適當嘅培訓啦？又冇做好產品同顧客嘅配對啦，冇做好佢記錄嘅保存啊，呢4點。然之後限期18個月搞掂佢，然之後仲要揾個獨立嘅第三者去監察佢。呢個新鴻基嘅證監會嘅做法，到4月份差唔多，同海國際同新鴻基差唔多。不過佢有一點呢，如果你留意到呢，第一點嗰個所謂盡職審查度呢，佢改咗啦，就唔改叫做 product due diligence， 佢叫做對產品嘅適當嘅風險同性質。呢啲好有巧妙嘅，不過我唔講咧。然之後到6月份，銀行放氣球啦，一路試下我哋想收幾多錢啦，又我哋話抵押品唔值錢啦，諸如此類，從來唔公佈啦。咁當然幸虧我哋有個集體訴訟，我哋知道抵押品喺邊度啦，又知道好值錢啦，值幾多錢啦。當時我冇講到啦，我喺澳門開完會，我知道心中有個數啦。所以佢一出嚟咁，我哋就批評佢啦。好啦，到咗7月嘅7一大遊行，7月22號有個回購方案，大家好清楚啦。回購方案裏邊對16間銀行提出6成6+1嘅方案，證監會完全冇譴責，完全冇譴責。銀行話我冇負責任，唔需要負責任。唔單止咁樣咧，佢就
又加出好多嘅條款，例如話經驗投資者啊呢啲咁嘅嘢，又例如話證監話我唔再就數間銀行嘅迷你債券進行調查啦。唔單止咁樣，數間銀行裏邊嘅非迷債產品，我哋都各自調查。好啦，一路睇落嚟，到最近大家知道啦，12月中就係呢個月嘅月中，大華證券喎賠咗37個人，其中15個係100%賠償，有22個咧就跟翻呢個回購方案6+1方案。點解？因為嗰15個人咧就係喺回呢個7月22號銀行方案之前賠嘅，所以100%。7月22號之後咧，你而家10月咧俾翻60%俾你，咁都得喎。證監會接受喎。咁係咪充滿不法同埋充滿污穢粉飾的墳墓呢？證監竟然間接受呢樣嘢，而且證監今次好蠱惑喎！如果唔大家上冇留意，我琴日都有啦，我上網好仔細咁睇佢啲新聞稿，佢唔係話以往就話新鴻基賠償嘅新聞稿 ，KGI 賠償新聞稿，呢一次呢，佢唔敢寫大華證券啦。佢話16間銀行嘅跟進嘅事件再有賠償啦，好蠱惑嘅，將呢件因為佢自己咧覺得難睇啊。如果佢話大華證券賠償咧，喂3間證券行點解頭2間100%賠償？點解呢間大華證券而家可以6+1啊？賠咗大概300萬美金，2400萬，30幾日。咁如果佢擺明車馬咧，一擺出嚟就見到啦。點解啊？新鴻基100%， KGI 咁多，點解大華證券優待佢啊？哦，原來佢因為佢係7月20號之後賠嘅，不過咁都得。我話呢個世界，然之後到最近你知道啦，就係、大新風明啦，大新風明8成回購呢個保本票據啦。有冇大新嘅苦主喺度啊？都唔少，相信有人同大新講過數和解㗎啦，係咪？大新嗰種作風大家清楚啦。今日佢肯8成回購咧，我諗佢真係等於揾把槍指住佢嗰個太陽魚咁滯，佢係冇辦法唔賠嘅。我哋好清楚咧，就係、呢個 PPN 係8月5號大新繼續賣嘅，寫明係保本定息票據2年期，每年收3厘8息，同恒生指數掛鈎。如果超過某個數，收多半厘咁樣。幾多人中招？我對呢啲產品印象好深刻，因為有好幾個苦主問過我，上過嚟。嗰次咧有一個苦主咧，佢係揸貨車嘅，退休之後有90萬，就係、大新買呢個產品，佢特登上咗嚟寫字同我講。呢件事係大概係半年之前嘅事啦，係好慘。因為90萬之後佢冇晒之後咧，佢要重新去揸車，但係佢已經年紀大啦，佢揸唔到貨車嘅，佢只能走去工廠揸鏟車。去工廠揸鏟車，冇辦法啦，佢錢冇晒啦嘛，咁佢要生活㗎，咁只能揸鏟車。我見到佢特別難過嘅。如果我調翻轉頭，佢咁情況我點辦咧？係咪？今日同我賠8成，雖然間唔係好理想啦，我哋都係覺得唔理想啦，但係起碼攞一8成，8、9、70月攞咗72萬，咁我都戥佢高興啦。頭先咁講，我好沉氣咁講咗一次咁嘅事件簿，成件事件簿咧就係、充滿咗銀行同埋政府所犯嘅錯誤、所犯嘅罪惡嚟嘅。你如果翻去將佢一件擺喺度咧，曾蔭權坐喺度咧，我諗佢頭都唔敢抬起，一定唔敢抬起頭。特別係雷曼事件嘅弟婦事件咧，我成日諗，如果馬英九出現咗弟婦事件咧，民進黨會唔會放過佢咧？我諗拆咗間好似我諗，係咪？就係香港就可以咁樣啦。弟婦事件佢仲可以出嚟鬧人添。